第一出咧讲律师、检察官、被告、原告的故事的电视剧《最佳利益》，伫这个礼拜日就要来播送。女主角天心伫剧中是演一个严肃霸气的律师，伊讲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歌手叮当，声音嘹亮，带来最佳利益的主题曲。5月1日周日，要甲观众见面的最佳利益，表写律师、检察官、被告、原告的攻防。13集的内容超过20个案件，客串案件角色的阵容是非常强，包括去演电影的夏雨乔、导演林金城，也有金钟奖的莫爱芳这演员，拢出来参加首映。女主角天心伫剧中演出严肃的律师方针，回想拍片的过程上大考验竟然是。我是整部戏里面最会笑场，而且我觉得那个笑穴一点开之后，我就停不了。律师分组、菜鸟组甲执勤组上大的共同点，就是必须要背这死板的法条，每届开机拢是挑战。罚款吗？他自己在下面开赌盘。后来就会有很多饮料啊。最佳利益摕到文化部优良剧本肯定内容优质，嘛是伫咱以后的记忆了后，又一个话题好戏。5月5号我们那天开播的时候，大家真的是好评如潮。探讨加害人的心理状态、被害人的痛苦，法定不只是攻防，背后的温度甲故事，但你做伙来看戏感受。